台南市南区南山公墓有103公顷的土地，将该区一大半的土地无法度有效开发。日前决议南山公墓无定着做文化景观了后，应该安怎活化？地方拢在期盼。对此，会计副台长林义峰26号召开记者会，讲出伊的想法。是103家全部来活用，佮有45家，45公顷的家啦，45家佮来规划做大巨蛋。这个规划落去咧，就是讲，咱毋是单要影响台南市尔，咱是要全世界知影讲。咱遮有科技福来地建设拿道当中，除了大巨能，还佮根据着都市计划变更使用分区，整体规划 AI 数位产业科技基地、擂泰国观光夜市等等，甚至开发商业城、兴建观光旅馆、打造观光胜地，吸引各地人潮甲国际观光客，增加收益以外，还佮有食头路的机会。互台南经济发展起来，互咱的台南市的市民去参考。咱这规划是正界，伊较有法度活络南区，活络南区，会当变一个生理的商场，会当国际去拍开讲。这个所在真正做落去，会当甲高雄、台中、台北去比较。林义峰讲，南山公墓一天无动，南区建设就会卡条，希望这份蓝图会当互市民参考。不过，互问到想要搁出来参选台南市长吗？目前无做这个考虑。台南新闻收派采访报道。